So 而家我會俾你睇嗰個 KLIA 嘅 job，OK？你嚟到 KLIA 嘅 waiting area 咧，第一個咧你要 check 嗰個 inbox，OK？你 check inbox，然後撳第一隻，OK？最下低嗰隻，OK？呢度講你已經 Anda sudah masuk barisan pemandu，OK？9:53夜晚，你排嘅號碼係1050啊，睇最尾一個號碼，大概要等90分鐘，OK？然後咧呢個 Dikemas Kini 一樣1050等34分鐘，第三隻下低第三隻，佢講等7分鐘啫，OK？ 1050而家1025等7分鐘，OK？而家係9:55啊，睇住9:55上高呢個係9:55出嚟嘅，然後呢個又走翻46,1000，正話1025啊，而家1046，呢個975.24，呢個咧係我離開 KLIA 咗，所以咧佢叫我翻去等，如果冇翻去咧，你嘅 Q 就會斷㗎啦。所以而家睇翻我個 booking 啊 ，earning booking completed， so 我睇尋日嘅 ，OK？ 9:53我到嘛，9:53我一到，我攞到 Q number 佢即刻畀我呢張9:53，不過咧客仔 cancel 咗 ，OK？ 第二張9:54又畀咗我一張64個半，我接咗啦呢張，所以呢個係咁樣睇啦，睇 inbox 幫睇你嘅睇 inbox 最緊要，一路望你對個 inbox，所以係咁啦，就咁。